源源，规矩和平是真道，一切真道大道，当诚心而守，一心修炼，主张如一，不改之志，可言不退，一业三生六品之贤位。阮是一贯的台湾山有精神，总有在天台上，在此上讲昆士上天之地，你的多数同时，这个大师尊，我对菩萨的念感谢，何时你安稳成就了，我就有我主将来主来接。已经尽心尽力地行过了人生这一大段岁月。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是为命却是永恒不朽的。因为是你在你的家族会当得闻到一贯的胜利因缘，但愿你放下一切心言，专心追随。你了做事，这个我所尊，我为菩萨所了，幸福有命，使你的生命在未来的前程更光明、更相信，净化自己，度化他人，让人世间早日成就利益感恩。如果有请人主在接，在这个理想需要何时的时刻？阮甲你的家人为你作慈祥利益自己，一处清净功德回向予你，嘛恳求你的所事，这个我父自尊，我为菩萨除了应约为你何时，将作利益救苦之因。
将会化心经，为你是心胸凄凉，安排阿人不来亲，要相信我为平安，用心同你。家里我传话，跟我一把两夫妻，我有心念就用心体谅心痛，我心给他和那些。天中，来对我不幸福一天，万万在天主基督，也对天的有忠心。爱就是信仰永恒的心，爱情梦在风啊，主的菩萨有忠心，信仰上帝有万有，我的灵魂。我心爱的，所有容易的安宁，安好为永水一样充满记得比家里我。欢乐去领了去和平，你随去红尘安心万灵用一路，被化为冰。
上轮就会讲。愿天清净无极天，莲开遍见诸尊严。具色不退无上德，净化三宝现理言。今有地主有无修，灵归地水万消，灵体诸般现公天，回向愿海消业障。南无东来下清弥量顺佛，南无东来下清弥量顺佛，南无东来下清弥量顺佛，这是意求。然后，王老师立马摄影机跑出来录。